我们先来祷告，再来回应，来分享主的话。现在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在复活节过后这个春假的假期，我们领受到神奇妙的创造跟奇妙的应许。所以让我们从主的话语当中一再的体会到神的爱，用各样的方式呈现在我们当中。主啊，求你将这样的平安也赐给我们，让我们借由主的话语得着一个激励，一个面向，一个属灵的能力，能够一生跟随你，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我们再次求你圣灵的同在，让我们的心敞开，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最大的力量跟帮助。我们这样感恩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在念那个使徒信经的时候，我们会常常在读到一段，就是说主耶稣在本丢比拉多的任内来受定死复活，然后第3日复活，然后升天，对不对？我们那个话语就很简短的把它呈现了出来。但是这个属灵的我们所有的信仰的告白里面呢，其实我们如果详细来看，耶稣是40天后在世上40天了，他才升天。那我们会想说，早不早晚不晚，为什么要40天？耶稣留在世上40天，为了要做什么？那我们从这一段话里面，从今天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我们说用心良苦，也算是说他很美好的安排哈。等一下我们会再复习一下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我们先跳过来。那主耶稣为什么在复活后的40天是留在地上，然后40天后升天，后来圣灵降临了，就是我们所谓的圣灵降临节哈。很多圣经学者在研究这段，说为什么40天有这样的用意？主耶稣有这样的一个目标，他为什么留在40天？第一个，他要证明他是复活的主，是上帝的儿子。我们都知道，耶稣复活，很多人一直搞不清楚，说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是鬼魂吗？那耶稣在他们门都关起来的，突然间耶稣出现了，那到底是怎么穿过来的？还有多马一直怀疑说，耶稣到底真的死了还是活着？不知道。还要耶稣来摸他的那个血，这个血下这个肋骨这边摸他的那个我们的手的钉痕哈。很多事情，我想换作你我也一样，搞不清楚，不了解。耶稣这样子超过人能够想象的大能呈现，所以耶稣要再让这些跟随他的百姓，跟随他的门徒知道说，我确实是肉体复活了，是上帝的儿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重点是，这些门徒在耶稣受苦的时候，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不是乖乖留在那边像6神无主他们是四散的，到处跑了，已经逃难了，因为不知道再来的苦难会遇到什么是门徒四散了，所以耶稣要医治他们的创伤。第三个，圣经有记载说，耶稣留在世上40天，就是要跟他们重建他所讲的上帝国的大能的这一个蓝图，再一次给他们做很重要的说明。使徒行传1章3节，他这样说：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上帝国的事。这段话有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说，用很多的凭据。我们如果看耶稣复活那段经文就知道门徒他们各样的疑虑，耶稣一个给他们做解说了，然后有40天的时间来跟门徒显现讲上帝国的事。然后这些疑虑、这些困难、这些创伤医治好，耶稣要把他来到世上最重大的责任再一次交托给这一群本来是已经鸟兽散的门徒。这一群看起来好像不是好学生大家
这个大难来时各自飞了啊，那再重新再找一群人吗？也不是，耶稣是回到原点，让这一群惊吓的，或是失望的，或是忧伤的，或是震惊的，或是惧怕的门徒，重新再建造起来。这样的建造不是用言语的，是用圣灵的能力来重新修复他们。这是耶稣的教学生的哲学哈。我不知道你如果是一个好的老师，你觉得这种学生你还教不教哈？干脆就开除了，啊，就永不见面了，永不录用了。但是主不是，主的做法是这样子，所以他交接了宣告救赎的任务。这个才是耶稣来到世上的重点。而且耶稣他来到世上不是一直永久一直住在这里，他是33年之后他要回到天上，所以要把这样任务交给你我这些普通的人。那第一棒就是这一群他带过的门徒，跟随他的这些学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原来到这边我们才清楚，救赎之约，上帝的救赎之约，这个计划是到主再来，不是耶稣复活了就完成了，是主再来。那主再来这一段时间，怎么样让救赎完全呈现？那就是重点是人要怎么回应神的呼召。耶稣已经把整个蓝图都规划好，把他医治救赎的权柄，透过他的复活也已经都呈现了。那再来，他就是要人来来跟他一起呈现，跟他一起成就。所以呢，主耶稣在结束地面的事工之后呢，他知道他要接手救赎任务的就是圣灵。所以我们看到说，好像这些事件一个一个来，当时的门徒他们也搞不清楚，我祷告，好像这个天地大乱了，怎么办？好好的耶稣传福音，大家哇群众跟着了，看起来好像很像一回事很像我们现在哇那些演唱会啊，大家排队要进场那种。突然间，他被判死刑了，他被钉十字架了，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放到坟墓里面，一切跟想象的都完全不一样。原来主耶稣已经都完全规划设计好了。他不是牧师在复活节的时候讲，他有提到说，耶稣不是用一种神奇的手一挥，什么事情都给解决了。他是要每一个门徒去跟随他这个救赎的工作，每一个人承接传福音的工作，每一个人把这个救赎的任务一直持续，直到主再来。一说让我们不是没有事做，让我们就是一个乖乖，好像一个棋子或是一个木偶。神是要我们一个全然的投入，跟神同工。所以传福音的工作就留到我们每一个人，而且它是重要的，是圣灵来差派来到我们当中。我们看使徒行的1章4到5节，他说：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照我对你们所说过的，要等候我的父亲的应许。不要离开，等候。约翰用水施洗，然后几天后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礼，那就是我们在5月19号519那一天，我们要迎接圣灵降临节。它整个流程是这样过来的。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说回到蒙召之地，我们需要用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来看耶稣所做的这件事情，就是说耶稣复活之后，向很多门徒显现嘛，很多看见的，才能够见证今天的福音书啦，还有包括以后的书信啦，一直见证，就是因为这些人都看见耶稣复活嘛。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人物就是彼得，我们今天的读圣经的主角。我们看到第一段经文，他提到彼得是在加利利湖边受召，对不对？那这个受召的故事，我们看起来很熟悉、很简短的。彼得跟他的弟弟在捕鱼，耶稣看见他们，就呼召了他们。那这个时候，第二段经文是，已经耶稣复活了，又回到原点，然后在
彼得重拾他的旧工作的时候，他有呼召他、医治他，然后将最重要建造教会、传福音的最重要的任务，来交代给这一位背叛他最严重的人。所以，我们的主耶稣教学生的这个理念，还有他用人的哲学，真的是超越我们一般的人的想象，那就是很奇妙的部分。因为主耶稣的能力超越我们人所能做的，所以我们要从彼得他所经历的门徒生命来看这件心路历程。其实彼得跟耶稣才3年的时间呢，但这3年时间，有3年要遇到3个重大的事件，然后他整个跟耶稣的关系完全的崩溃了。他不是很平顺，一步一步来，好像在堆砖头一样，越高越好，越高越好。就好像我们读书，从1年级、2年级、3年级，哇，到最后毕业了，什么都会了。耶稣在教导他的过程是跌宕起伏。彼得是一头热，他非常的冲动，他也非常的跑前面，但是主耶稣一再的消减，一再的修剪他，一再的修剪他。我们刚刚看到了第一段经文说，彼得在加利利湖边受招了哈。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他说他很单纯的心接受耶稣，没有什么第二个疑虑。耶稣沿着加利利湖边行走，看见2个打鱼的在湖上撒网，是西门和他的弟弟安德烈。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成为得人的渔夫。”他们就立刻丢下渔网，跟从了耶稣。你看，干不干脆，简不简单？如果你在职场工作，那一大堆业务在这边，耶稣说：“来跟从我。”好，东西丢着就走了。你在开大货车，耶稣说：“来跟从我。”好，大货车停路边，那我就走了。你的所有的家当业务都留着。我想没有一个人那么的干脆，那么的潇洒。当然，圣经里面写的很简短啦，但是我们只是说要描述彼得就是存着一个简单单纯的心来接受主耶稣的呼召。但是呼召之后，彼得有没有受教呢？我想应该听很多，学很多。但是借由他的性格、他的冲动、他的很多这个火爆的浪子的性格，那个跑先锋的性格，在耶稣面前不是一直被赞美的，一直被肯定的，一直被容许的，而是耶稣削这个、切那个、打这个、泼冷水。你想想看，我们用这种想象我们先不要说，门徒这个故事都这样写嘛。你想想看，我们一个人当被受教的时候，你是遇到很多的挫折、很多的挑战，你会怎么想？这个事情可能会发生在我们的课堂上面，我们的学校里面，有时候会在我们最亲近的人当中。那些话语的教导，有时候好的话会建造，如果领受不对的话，会产生一种很大的伤害。这个伤害如果没有医治，那等于就是完全的消失掉了。所以我们可以看有几个重要的一个流程或是重要的一个点，彼得跟耶稣的3年的旅程，充满了跌宕起伏。第一个，我们看到在圣经的故事里面，彼得是由血气的爱变为胆怯的火人。凡是他走先锋，好像我们教会有小组或是牧区要工作，想要做什么他都跑第一。你不用讲，他是先做了，看起来是非常棒的人，但是在主耶稣里面，他觉得这个还不足，所以主耶稣先挡住他。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彼得在耶稣受审的时候，在大祭司的庭院里面受审的彼得，也是在那边旁观看起来是比其他门徒勇气多了，因为耶稣被抓那个是个大事件呢。彼得虽然他不敢完全呈现，但至少他跟着嘛，还不放心耶稣表示说他还是有某种心意在。但是竟然在旁边的人问这个彼得的时候，你是不是跟他在一起的，跟这个犯人在一起，他就否认了，而且是3次。
那我们会觉得说，彼得3次不认主，他又跑去跟那些很矛盾的心嘛，对不对？那既然不认就离开算了。我们可以从这边找到很有趣的人的心灵起伏，说是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跟我们这些亲人或是老师互动的时候，一些可能得到的一种原理哈。第一个就是因为他阻拦了耶稣受苦，但是却责备撒旦。他好意让耶稣说：“你不要去冒这个险。”一般的人会觉得说：“哎，这个人是好学生哎，马上出来让耶稣不要走险路，或是遇到危险。”那看起来是很正常的反应，好学生的反应哦。但是耶稣说：“撒旦退去。”那不是被打脸、被泼冷水吗？所以，当彼得被耶稣说：“撒旦退去，我后边去吧。”你看他是高高兴兴说：“主耶稣，感谢你，你对我太好了。”很会教我，谢谢你，是这样吗？他的心中哇，整个热情都冷下来了。这是这段经文所记载的。马太16章21节说：“从那个时候开始，耶稣清楚地指示门徒说：我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在长老、祭司长和经学教师手下遭受许多苦难，并且杀害，第3天复活。”这段话就是等于耶稣的一个标准的再来要走的流程，就是一段讲清楚。你看彼得怎么说？彼得拉耶稣到一边，劝阻他说：“不，主啊，这个事绝对不可临到你身上。你我的反应是不是很正常？而且是充满着关怀的情。但是耶稣的反应完全跟他的期待不一样。耶稣没有讲说：‘哎呀，好学生啊，你对我太好，谢谢你帮我真的要有危险的时候，你要出面哦。’没有，耶稣说：‘撒旦走开，你是我的绊脚石，因为你所想的不是上帝的想法，而是人的想法。’问题在这里啦，人的想法跟上帝的想法不一样，那怎么办？是走上帝的想法还是人的想法呢？第一个，彼得受伤害的地方出现了，他的心中一定不一头雾水，或是很酸很痛，就到我的主怎么这样子呢？我老师怎么这样子呢？不给我称赞就好了，还讲我是撒旦。你知道撒旦走开，在他们当时的话语就是一种完全绝对的一种呵斥，就是说不能做这种事的意思那第二个又碰到了，他不只是阻拦耶稣去受苦他还跟耶稣说：“好了，你要去死，我就跟你一起去吧。”那不是两肋插刀，最好的朋友吗？你有人要去受苦，你说我跟你还不感谢他吗？但是耶稣又给他浇冷水，第二次伤害，对不对？第二次伤害。马可福音14章27到30节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离弃我，因为圣经说，上帝要击杀牧人，羊群就分散了。但是我复活以后，要比你们先到加利利。”好，耶稣讲也是他预期要做的事情，但是彼得又来了。彼得说：“即使别人都离弃你，我也不离弃你。”弟兄姐妹，谁敢做这种打包票的话？别人不做，我来做；别人做不来的，我一定做得来，而且绝对保证怕戏波腿。那耶稣应该要感谢他说：“哇，这个我教的学生有这样的学生太好了表扬一下。”不发奖学金总是要请他一顿饭吧，对不对？你看耶稣又这么说了：“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2遍以前，你会3次不认我。”不得了，不只是泼冷水，是完全的把他否定掉了。而且彼得他不承认呢。你看，彼得用更坚决的口气说：“即使我必须跟你同死，我也绝不会不认你。”你说他是铁齿吗？不是，他认为他有办法做到。我们不要怀疑彼得有这样的个性，好不好？但问题在于，这种事情不是人的
意志力决定，是在属灵的事情，他没有办法掌握到自己，所以他就这样子，第二次遇到这么大的一个，我们不要说伤害了，就是完全的把他的信心压垮了。这是出名的画家所画的彼得3次不认主的画。那另外一张比较模糊一点哈，也是人那些仆役啦，那些随从啊，在那个大祭司的庭院当中认出彼得，说你是跟那个犯人在一起的，他就说不是，我不是。然后，总之这个事情就没有按照彼得的想法做了，没有按照彼得的这个预测来进行，而是按照耶稣讲的。好啦，那我呢，唯一能跟魏老师做的就是保护他，这样也算了吧。总是做到底啦，反正你不欣赏我，总是我做我应该做的，对不对？好啦，第3次又遇到重大的挫折了。他要保护耶稣到底，但是耶稣仍然不甩他，而且是已经在最严重的时候，耶稣要被抓的时候，被捕的时候，这个故事这么说：耶稣在一起的人当中，有一个人拔刀出来，向大祭司的奴仆砍去，把他的一只耳朵削掉。耶稣对他说：“把刀收起来，因为动刀的都必死在刀下。”一般人想说：“后果再无力，不然的话，危险了。”耶稣反而是跟这位要保护他的彼得说：“刀收起来。”这个时候不是用刀的时刻，而且他还讲说：“动刀的必死在刀下。”那个是个很重大的一个宣告，就是人不能用武力解决事情，而且你用动刀根本就离我原先上帝跟耶稣所要设定的整个救赎的流程，根本是在搅局的。根本是来乱的。你看，我们每一个人不要说比彼得聪明了，跟彼得一样，你会觉得怎么样呢？因为耶稣告诉他说：“难道你不知道我可以向父亲求援，而他会立刻派12营多的天使来吗？”耶稣在跟他讲说，这个时候不是我没有办法对抗这一群要抓他的这一群人兵丁啦。是因为我要按照我这个救赎的计划走。那你彼得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知道耶稣危险呐，危险到底你要怎么做？他就有一点冲动，拿刀子来削这个仆人的耳朵。这个也是名画彼得把这个仆人压到地上去，把他的耳朵削掉了。这一张就比较清楚一点这个仆人提着灯，他就拿刀子要削他，这个也是又更清楚了。总之，彼得就用他能想到能够为耶稣做的，他都做到了。从人的角度，没有什么好批评的啦，对不对？不称赞他已经太超过了，何况还责备他，而且把他否定掉。我们就想说，人的一个心灵受伤，如果从彼得来讲，你觉得他是受伤吗？会不会？我们常常会想到这个场景，我们最容易受伤的地方可能是家里面，我们家人朋友在一起有时候你爱他，但讲出的话变成是在伤害他。有本书叫做《家庭会伤人》，你不要以为说哪有这种可能性？家里不是爱的地方吗？家里不是充满了温馨和乐的地方吗？其实伤害也常常会在这边发生。我们常常在看到那个电视影片，或是连续剧啦，或者影片，老爸明明就是很爱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回来，他就讲一些听起来很难听的话，要把他赶出去。其实心中多期待这个孩子回家来吃一顿饭，那就是伤嘛。那个爱的表达不对，说的方法不对，孩子的反应就天差地别。他总是要到一段时间过好久以后才大家和解啦、医治啦。那我们可以从耶稣今天医治彼得的故事，找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或是一个学习啦。
这个伤人的事要赶快修复，至少要不要让它放着。所以你看家族冤家争产，大家杀来杀去的太多了，讲不完。另外一个场景可能是，你可能在一个学校里面，原来你对这个课程有一点兴趣，然后被老师泼冷水，说你怎么那么笨，考那么差，哇，糟糕！后来变成说对这个科目就提不起兴趣。有时候感觉说，明明你这个能力都不错，为什么都不喜欢？就是因为被这个老师所伤害。今天还听到一个新闻说，连那个幼稚园学生都被老师伤害，你知道吗？幼稚园的学生被老师骂说你在这个作弊，那学生那么小的心灵被老师说作弊，那还得了？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人跟人之间，因为有一种紧张冲突，就产生伤害。那我们要从主耶稣他怎么样跟彼得的对话，得到一个灵感，或是得到一个能力彼得想起主的话，就懊悔自己的行为了。前面的一些冲突都已经发生了，对不对？但是当主的话临到彼得的时候，他知道说当初主的话到现在他清楚了。路加福音22章是21到62节，就是耶稣被审判的时候，主转过身来注目看彼得，彼得记得主说过的话，今天在鸡叫以前你会3次不认我。彼得就出去痛哭起来，完全按照耶稣的安排。这个又不是耶稣写的剧本又不是照剧本演出。彼得也信誓旦旦说，即使大家都离弃你，我也不离弃。谁会说马上应验？完全是一种很奇妙的一个转折。彼得彻底失去信心了。原先还挣扎说，主，我绝对是第一个在你身边的人。所以最后怎么办？事情发生了，耶稣已经被钉十字架。圣经没有记到说彼得到底有没有最后又跟去到耶稣被钉的现场。但是总之后来的事是这样子，十字架的事件之后，彼得觉得没有立场再传耶稣了，好像传前所学的东西都用不到了，3年的课程又归零了，所以他不得不回到他原来习惯的工作，捕鱼。那这个就是今天耶稣跟他见面的场景。我说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去用这种细微的思考去揣摩，我们有没有伤过别人？我们怎么样医治别人？我们的家人也好，我们的儿女也好，我们的亲人也好，或是我们的长辈，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样让一个人重新拾取信心？我们看耶稣怎么做，耶稣怎么样医治这位彼得。约翰福音21章1到3节，这个是当初耶稣跟门徒相见的场景。因为时间的关系，牧师简单把这个故事讲一下，就是说这些事以后彼得耶稣再一次在提比利亚海湖边向门徒显现。然后他说这些故事在下面。好，你什么突然间又出了一个提比利亚湖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简单讲，我们如果圣经稍微做一点了解研究，这个就是加利利海。海也好，湖也好，就是有3个名字的，比较常听到的。第一个是格尼撒勒湖，在四福音里面讲到；第二个是这边的提比利亚湖，再一个就是加利利。那我们现在比较习惯加利利，因为我们附近我们在玉井就有一个加利利祈祷院我们记住这个就够了。但是知道说，没有另外一个湖，就是这个只是各朝代不同的统治者他取的名称那这个故事我们要简单把它浓缩起来，就是说彼得还有另外全部7个门徒就回到重操旧业了，回去捕鱼了。
那耶稣就出现在他们身边。然后呢，彼得说他要去打鱼，而且整夜都没捕到。当太阳刚出来就晨曦到的时候，耶稣就站在水边。那门徒看不清楚，可能是暗暗的，他是觉得说耶稣复活，他也不知道去哪边啊，不可能出现在这个地方啊。那耶稣就对他们出口对他们说：“朋友，你们捕到鱼了没有？”他们还回答说：“没有。”耶稣这个时候跟门徒讲一句话，说：“哎，你们把渔网撒在船的右边。”这个时候有一个讯息来了：学生当初被受招的时候，不是也捕不到鱼吗？耶稣说：“你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撒网，真的捕到好多鱼。”那这个又呈现了，所以等于耶稣要把这个故事重演一次哦。门徒又撒网，而且捕了很多鱼，还捞不起来。那这个故事就跟原来的差不多啊。然后耶稣所最爱的门徒马上看到说，跟彼得讲说：“啊，对了，这个是主，我们的主啊。”这个时候又发生一个有趣的事情，彼得原来我们在打鱼的人就是把衣服脱掉，剩下裤子嘛，或者怎么样绑着啊，打赤膊嘛，啊，看起来这个对工作比较方便了。但是当听到是主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马上拿一件外衣披在身上，而且跳到水里面，就是有一种啊，他最爱的人、最关心的人，又冲突那么大的人，今天出现在他面前，就好像上帝所创造的亚当跟夏娃犯了罪，对不对？他遇见上帝的时候，就感觉自己没穿衣服，赤身露体，所以又赶快去拿树叶来包住身体一样。这个就一个场景又来了，然后他们门徒就帮忙把整网的鱼都拖起来。主耶稣又做了一件事情，他们上岸的时候看见耶稣已经在旁边有炭火、有鱼还有饼。你知道这个是在寒夜当中，或是在夜间很凉冷的当中，有火可以烤，有鱼可以吃，有饼可以吃，那个是人间美味，你知道吗？耶稣用这种很温暖的行动，让这些门徒知道，耶稣完全接纳这一群软弱的、跌倒的、失散的、失败的这些门徒，用这个温暖的行动来医治这一群人。然后彼得到船上去，把网拖出来，然后有153条鱼都记得清清楚楚，而且还说网没有破，这些都有某种很奇妙的象征了哈。然后耶稣就跟他们一起吃早餐，然后他们知道耶稣是谁，而且他们静默不说，不敢说他是主，只是分饼分鱼大家静默着吃。我就想到一个场景，或是常常在影片里面讲，有时候父母亲跟孩子有一些冲突在，然后好像不知道怎么化解，然后妈妈就当和事佬说某某孩子我们有一天回来家，妈妈煮一顿好吃的，大家在一起吃个饭吧。有时候在餐桌上就化解掉了，有时候还喝一点小酒，说把那些不愉快撕掉。因为爸爸爱孩子，孩子也尊敬父亲，但是就是那些冲突没有化解掉。耶稣用烤火、饼跟鱼来化解到这些学生对他们的老师被定他们不挺他那一种尴尬，那一种惭愧，那一种心中的受伤，这是我们想起来，真的耶稣所做的是非常细腻的，对不对？好，那弟兄姐妹，我们要回到结论了。那彼得受医治，这些经文我们就跳过来哈。彼得原先已经回到他自己工作，等于是如果是这样子，就一生就结束了。我们今天看不到彼得，也看不到说彼得的人到底是谁啊，他就消失在历史的洪流当中。不过主耶稣看重他，医治他。彼得心灵受伤的反应，我们刚刚已经看过了。
他无法体会耶稣的爱，反而3次感觉被伤害。第二个，彼得心里受伤之后，撇清跟耶稣的关系，3次否认耶稣，这个是我们说受伤的感觉嘛，反应嘛，对不对？好，那我们看到回到加利利海边，彼得也同样3次被耶稣表达对他的接纳。有3种，第一个关爱的眼神，怜悯的眼神，不是那种要责备算账的感觉哈。第二个，他用人最需要的、最软的那一块，就是温暖的火，饼跟鱼一起用现实的生活来关怀，一起共进早餐。感谢主，我们看见彼得真的被得医治了，而且在被医治当中，他好像是一件一件把它，好像我受了伤，我就慢慢一步一步回来；我受了脏东西，我要一次把它洗掉。竟然耶稣用3次在问他，这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他受托来喂养主的羊，就是说他最重大的失败，竟然主把最重大的任务交给他。我们这段经文也是稍微浏览一下。他们吃过饭，耶稣第一次问他说：“你爱我吗？”然后他说：“我爱。”那你喂养我的羊，这是第一次问。第二次问也是一样，同样在问彼得，然后耶稣又讲说：“你爱牧养我的羊。”第3次再问，彼得就慌起来了，他说就难过起来，对耶稣说：“哎呀，你无所不知，你知道我爱呢。”弟兄姐妹，你想想看，耶稣会搞得这么麻烦吗？或者耶稣觉得多此一举吗？不是，他问是要让彼得重新再做确认，就好像我们在主面前宣告，在主面前重新确认说：“对的，虽然我爱主的方式不一样，被耶稣所责备，或是被耶稣所否定，但是不减低我对耶稣的爱，或是说耶稣对彼得的信任。”哈，那最后就讲一次：“你喂养我的羊。”这样子哈。后面还做一个宣告哦，他说：“我郑重的告诉你，你年轻的时候自己束上腰带，随意往来，等于是年少轻狂啦，任我行啦。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绑着，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彼得开始等于领导了整个教会的建造。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他一传讲福音，3000人信主哎。这是经文，耶稣竟然跟他讲说，指明彼得要怎么死来荣耀主，没有讲说你要建造多大的教会来荣耀，而是用死来荣耀主。然后他说：“你来跟从我。”我们就会看到说，主为什么会那么的细腻的医治彼得，是因为彼得做的工作不是那种什么丰功伟业啦，好像呢这个大英雄啦，在人家面前不可一世啦，不是啦，就完全的跟随耶稣，拿十字架跟随耶稣，受苦的十字架，完全牺牲，就是否定自己的十字架。我们看到另外一段经文，耶稣说：“于是耶稣叫群众和门徒来到他跟前，告诉他们，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得舍弃自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是何等大的一种我们颠覆我们的想象，颠覆彼得当初跟随耶稣，可能他的期待都完全不一样。就更不用说耶稣的门徒曾经讲说，有一天呢，耶稣掌权的时候，你要当左右手，我要当宰相，你要当什么部长，完全都不是的。所以呢，耶稣有讲到说彼得要被抓，这个故事后来就有一个演变，不在圣经里面记载。就是说，当时初代的教父有个叫厄利根，这个教父是当然很出名的学者，建立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根基的学者，叫做厄利根呐。他就传出说，因为彼得后来受死，也没有人在现场看到啊，这故事就变成一个悬案。但是这一位初代教父厄利根有提到说，彼得殉道的时候是被倒挂在十字架上钉死的，是倒挂的，因为他觉得不配跟耶稣一样正面钉，而是倒钉。这个故事在天主教非常的重视而且还一直流传这样的故事，是要来见证说彼得是成为教会的这个领袖，
一个重大的宣誓哈。那这事情发生，我们所说主后33年，耶稣受定死复活，那是到20年后，彼得为主的福音打拼了20年后，在主后54年的时候，当时的一个罗马皇帝叫尼禄，不是迫害基督徒啊，迫害的不得了，很严重，而且烧那个罗马城啊，而且把这个罪归给基督徒。那个时候，他们说大概是彼得这个时候受难的、殉道的。这个故事可能简要的讲，就是说彼得本来要逃难了，但是在路上看见耶稣，竟然是要朝向罗马城走，因为耶稣基督面带愁容说：“我要在罗马再被钉一次十字架。”那个时候彼得就彻底的醒悟了。他就回转回到罗马，不久被捕，然后被钉十字架殉道。当时是主后54年尼禄王。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见耶稣所宣告的，竟然在彼得身上，到最后把它成全了。这个是彼得的画像那这个是被倒钉十字架的很多图，这是出名的画家米开朗基罗画的。这个是卡拉瓦乔画的彼得被倒钉十字架，这个也是一张被倒钉十字架的照片这个图像。弟兄姐妹，在天主教还流传一种彼得十字圣彼得十就是倒的十字，我们十是正面的嘛，它是倒反的变成他们的一个标志一个标志。甚至在信义会的教堂有一个叫做圣彼得十字，就是你看那个尖尖的塔不是十字架吗？那个横的应该在上面他把它放在最下面，他一直要在见证说，我们就是这位教会的领袖，这样子，让我们得到一个很大很大的激励弟兄姐妹，我们所说耶稣他好像原先教的学生是一塌糊涂、失败，但是没想到竟然从这些失败的学生当中兴起了教会的领袖。弟兄姐妹，最后牧师要跟你做一个心情故事的回转。弟兄姐妹，当你回到蒙召之处，你怎么样回应神？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一时的热情，像彼得一样，哇，横冲直撞，能做就做，哇，应该做的做。但是挫折再挫折，失败再失败，然后被泼冷水。那个时候你会不会想说，主啊，你是不是不要我了？我未堪咩啦，未堪咩做你的工啦，那就回到我自己的世界吧。教会冷掉了，服侍神也冷掉了，你回到蒙召之处，你会怎么样？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做结束这是一张很旧的周报传统的旧周报，用打字的，它那个红线标示什么？1975年2月16号，多久啊？很多人都还没出生啊，那是在49年前。那这张周报对其他人根本没什么意义，但是对我就是非常有意义，因为就是在这一年这个时候，我那个时候是高2的学生，高2，那跟着一位派到七美，我的故乡当传道的，姓于于天的于，他竟然突发奇想，把我们当时七美的10多个小朋友年轻人从澎湖搭船，然后带到台北一间教会，那叫做仁爱教会，跟他们的青年人一起来举办一个冬季的灵修会，3天2夜这样子。然后在那一个献新会，我们知道在结束的时候一个献新会见证的时候受呼召，那个时候我很清楚，那个时候我决志说我要读神学院，要全职侍奉主，就是那个时候所以这张周报感觉上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蒙召之处嘛，就在台北那个地方。我记得那个时候还过春节的，哇，那一种场景虽然已经过了49年了，但是还是历历在目然后呢，当我神学院把这个高中要毕业的时候，我就决定了要去读神学院。所以在隔年的，在1976年10月9号，
就那个红线那边，在高雄的盐城教会，牧师以前曾经牧会过的地方，举办一个年轻人的培灵会，就是由当时也是很年轻的，就是唐崇荣牧师啊。那个时候还讲说唐崇荣弟兄，表示那个时候他可能还没有正式按牧啊，在那边举办培灵会，而且唱一首歌，我们当时很流行的《年轻人》。那个时候他用呼召，有谁要全职侍奉主？要的到走到前面来。那我就既然已经有一次了嘛，就真的这一次走出来了。那个成为我人生一个受召的地方。所以当我每一次在服侍主的时候，我会想到说，当初我为什么原始的初心是在那个地方，我怎么样？有没有违背当初的决志？弟兄姐妹，你跟我每一个人都有当初受召的地方。可能你是几年前决志受洗，也是你呼召之处。你曾经被邀请来参与某一种服事，也都是第一种呼召。愿你像彼得一样，无论是你经过多么大的挑战跟伤害也好，或是挫折、失败、退缩、流眼泪，愿耶稣医治你，因为耶稣对我们的爱超越我们世间所看见的。我说刚刚说在49年带我们去台北这位传道，那么巧，刚好今天呢就是这个时候他竟然回到，他从美国回来他心中一直想说要回到当初他带领我们这些小毛头的七美教会，他回去访问，现在人在七美，他已经70几岁了。他因为后来就出国到国外去那人生有很多故事啦，虽然对别人来讲没什么大不了，但是请记得，你当初受召之处，你受召之时，就是你人生最重要的时刻。就像彼得在海边被呼召，就是捕鱼的地方没什么好特别的，但是耶稣就在那边呼召他，而且也在那边医治了他。彼得就成了这个教会建造的一个开创者。愿神将这样的恩典赐给每一位。耶稣复活40天，等于是耶稣在期待你。当你退缩，当你软弱，当你觉得没有什么好做的时候，耶稣这40天在呼召你回来。彼得跟这些学生后来成为最重大神的仆人，因为耶稣没有用别的人，因为圣灵来了，这些受伤害的被医治了。圣灵来了，没有能力要变成大有能力的，因为他愿意被神所使用，而是完全倒空自己，被神所充满。愿神将这样的祝福赐给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我们要借由祷告来见证神的应许。早上我在听慈宝老师在带敬拜诗歌的时候，他在电我们为病痛的祷告，他讲到一句话，我觉得很大触动我的心。他说，我们身体病痛不是指肉体的病痛而已哪里痛哪里不好哪里不舒服，而是心中的信心会被打击到。可能你会问说，上帝，我又没有得罪你，我又没有做什么坏事，为什么这个病会临到我呢？常常会有一种心情上受打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等一下要举行医治祷告的时间，我们希望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就勇敢地走出来，无论是心灵上的或是肉体上的，你就见证说，我到主面前，我就是要被医治的，我是要被恢复的，要像耶稣医治彼得一样，我要得重新的开始的。我们请同工来秀出医治祷告时间这首诗歌，因为这首诗歌上个月我们在曾牧师带领